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8月2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雄高山出现头一个本土的天狗热群聚病例，当中4个人感染，卫生局对查来源嘛到当地消毒。跨国议会对中联盟政策的创办人裴伦德带团访台，伊批评中国乱解说历史500号国旗，强调会继续支持台湾。市药署调查生产业者发现4间无符合规定，其中将有名的合法行配送甲标示有问题，互卫生局罚38万。新闻头起先来关心，这高雄的高山是出现今年国内头一个本土的天狗热群聚病例，拢总是有4例，其中3例是带做伙的亲人。不过因为这4个人拢无出国，卫生局就怀疑这感染源可能是伫咧当地，除了加强追查，嘛到当地转药啊消毒。卫生局人员一号确认名单了后，就准备和环保局的人入去喷药啊消毒。高雄高山区2股出现今年台湾头一个本土的天狗热病例，而且一捆头就是4例，其中有3例佫是带做伙亲人，发生天狗热群聚感染。卫生局26透早随紧急消毒，有民众赶紧将恐怖先载出去，嘛有人将拿伫外口的衫裤先收咧，较免去倒着药啊。民众讲，知影发生天狗热，这阵会加强预防。我会穿长的长裤啊，来买一罐的防蚊液来喷啊，喷的啊。拢用迄个网仔汤，拢为了舒适安尼啊。哎啊，你看阮拢，网仔汤拢规条的啊，阮拢唔敢用开啊。卫生局表示，这摆群聚感染上起头是因为50外岁查甫人23人艰苦，出现头壳痛、想要吐、接袂落镜头，24去病院检查才验出天狗热。卫生局扩大采检179人，发现带做伙2位亲人甲厝边拢患着天狗热，目前拢已经带院治疗。卫生局讲，因为这4人最近拢无出国，感染源到底对倒归来的，搁爱追查。因为伫个案徛街附近发现真侪大网桶的生产点，也随展开摒扫消毒。会针对当地社区约500户到600户进行家户的自身源检查，以及登革热的强制喷药。目前是呈现社区或家庭群聚的一个情形，因此感染源很可能就是在那当地。因为今年针对积水器具的网桶检查有20%的阳性率，卫生局也望民众配合，随时注意徛街环境的整洁，唔通出现网桶的生产点。记者郭家祖、柯超雄、高永昌报道。伫咧新北瑞丰的滨海公路，早起是发生一件车祸，有一台沙石车和对向的一台轿车相撞，结果怎冲出去护栏，这详细事故原因搁爱调查。瑞芳区台2线75.3K， 基隆往宜兰方向，因一引车与自小客发生擦撞，目前肇事原因，警方仍在调查中。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台沙石车冲出去公路的护栏是规台卡伫咧草埔内底，这驾驶嘛掉伫咧车内底，已经未喘气。那另外一台轿车的驾驶身体是有几若位擦伤，已经送到病院救治。同款是一件车祸意外，屏东东港有一个计程车的司机伫咧路口停车的时，那像是无救在手动啊，结果规台车倒退路，甲这司机搞落去车底，抢救了后也是不幸过身。车停好伫路边，姓王的计程车司机准备要入去车行交班，煞唔知影啥物原因，计程车开始倒退路，直接甲驾驶搞落去车底。对另外一个角度看，姓王的司机互车跌着了后，就失去意识，袂振动啊。附近的民众看到，就赶紧挖过来倒三工救人。因为他退后要过来，他背向这个，他没有看到车子已经在对着他这那个，所以他就是被撞到，一定是反应来不及，就一直被压到车，就卷在车子底下。那其他的头呢也是刚好帮忙去把车子要把它搬起来，因为车子很重嘛，要把它搬起来，要把它拉出来这样子。警方调查，这名64岁姓王的司机，昨暗时6点48分左右，驶着客程车，伫东港朝阳路的客程车行路边停车。落车的时阵，车搁发的，唔知影是手动无扭，也是机仔无拍伫停车的所在，致使车向后壁撸。姓王的查甫拄好行到客程车后壁，去互车弄倒，卡伫底盘，送病院抢救了，宣告死亡。下车时，为其我因操作不当，导致车子向后滑行。是王明刚好行走到车子后方，而遭车子撞倒并卡在底盘，经路人合力将车子抬高后救出，送东港安泰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宣告不治。
同一个路口，伫昨暗时8点外，因为轿车要目久无注意，就直接对后壁的乌托摆撞落。好佳在无人受伤。警方提醒，要落车的时要检查手动有救无，确认车辆停好势了后才落车，以免发生危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跨国议会对中建设联盟的创办人皮伦德最近带团访台，嘛接受公司的专访。伊特别讲到中国甲这联合国的27500号决议乌白解说来打压台湾，伊强调会继续支持台湾，嘛呼吁国际就要重视台海危机。The idea was we will create a space for those lawmakers to be able to push back, but not pushing China to change their policies, pushing their own governments to adopt a more realistic posture. 下国议会对中政策联盟 IPAC 的创办人裴伦德最近带团访台，接受公司专访的时阵，伊特别点出讲，中国一直颠倒是非，扭曲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号的决议，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IPAC 拍拼予国际正确解读。And they've been very effective because they use, frankly, hard economic coercion to get their way. It's very important not to allow this subtle kind of grey zone ero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take place without pushback. 过去1年来 ，IPAC 是成功予澳洲、荷兰、欧洲议会、美国等等7个国会通过动议，集体反对中国对决议错误的解说。贝伦德嘛讲，过程中拄到真侪挑战。3 countries have been forced out of IPAC: the Solomon Islands, Malawi, and the Gambia. And in every case, there were threats of coercion, economic-related threats. I've had an impersonator for 5 years. Strange things like that happen. A lot of online attacks. 就算都要付出代价 ，IPAC 同款是持续倡议，而且启动 MIST 行动计划，提醒各国正视台海危机，唔那是领土争议，佫可能造成严重经济冲击。If there is either a blockade or, God forbid, an invasion,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global economic depression that will result from that will be incredibly severe. Possibly even $10 trillion, 10% of global GDP, or maybe even more. Now, no country in the world will avoid that. IPAC 伫短5年，成员就对8国增加到43个，内面要300个下党派议员。对台湾来讲，毋但是一个突破传统外交限制的力量，嘛互支持台湾，变作各国维护全球稳定和国际秩序共同的立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内阁改组的进度到倒位，各界是拢真关注。行政院长杜荣泰表示，这部长甲处长加起来是有超过5个人的调整。不过，国安团队的部分因为无伫咧内阁的名单内底，这部分是会交予总统府处理。即马大家伫咧注意内阁改组的幅度，行政院长杜荣泰2人第一遍讲，变动的名单超过5位。如果是从部长加次长的话，我认为人数超过5人。超过5人，有可能超过10人以上吗？数字不代表一切啦。国安不在我们现在所谓内阁的名单当中，那是府方在处理的。希望本周能够尽快决定。就是这个礼拜5下班以前。如果能够更早的话，会更符合您的期待。杜荣泰讲，相关人选也搁伫咧定选，会赶紧向各人说明。另外，团讲总统赖清德也伫咧调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运作的模式。8月开始，每礼拜3的高层会议扩大召开，来立党团7场。大家认为是叫总调关建明放兵权。总统扩大高层会议是希望柯总召释权吗？总统柯总召是不是应该要下台交棒？虽然关建明讲总调任期是1年未提前下台，不过党内不满的情绪愈来愈悬。民进党台南立委郭国文就讲，几工前的党团大会对破发现金的问题，甲关建明讲了无啥欢喜，也批评关建明假团性质，拢无出别人的意见，造成的一些基层的一个焦虑。我就脱口说讲出了那些话。党团的路线呢，过去呢所采取对立的方式，我个人主张应该换成对话的方式。那谁适合来担任这个对话型的党团干部？这样的人就是适合来担任未来的党团的领导人。确实，在补发现金议题上，我们可以看见区域委员确实有自己承受到非常多人民的意见所带来的压力。那我觉得把这样的压力的声音带回去，总统府跟行政院作为施政的考量，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已经讲后一个会期被各做党团干部的陈培福是出来替关建明讲话，不过日夜内面检讨的声音是也未煞。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荣泰到立法院报告总预算追加案，不过十月这期这预算当中有超过3成是本地互人抬调，佮变倒转来的。
杜永泰表示，这是考虑到地方政府各部会的需求，希望调也会当好好沟通协商。追加预算税出追加878亿元，将以原预算收支剩余予以弥平。行政院长杜永泰带领主计甲财政相关部会首长，针对114年度总预算追加案报告，不过南亚立委不满，在878亿当中，竟然包括2届立委罢免案甲公投的15亿。当时我们就说嘛，你们搞一个罢免，用的就是2倍金，是救命钱。好，你们现在害怕了，来追加预算，纳税人有让你们搞大罢免吗？罢免是公民所发动的，公投是立法院所发动的，在行政机关看起来都是一样。在野党质疑讲，进前这篇效果无好的预算有汰掉，不过去预算中心调查发现讲，即马佫变倒转来，而且有甲132亿外，等于是要一半的部会预算佫变倒来比率超过3成。比如说内政部，它的回编率高达90%以上。不说我们把房屋租金删掉了，有回编回来吗？如果我们论删，请问为什么这些预算书里面没有编回来？为什么没有？你要不要道歉？报告委员，如果是因为冻结而误戳为删除，那这一点我表示道歉，并不是造谣。确实有一些是删除，确实有很多是删除的。你很有可能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违宪，而且一直违法，不愿意好好编列、依法编列预算的行政院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政机关认为有违宪之余，送请大法官解释，申请暂时处分，这是宪法赋给我们的权利跟责任。杜永泰强调讲，预算佫变倒转来是为了争取机会，互立法院了解各部会困难。强调顶一日大幅度太中央的总预算，已经互政府施政的量能真恶预期。114年是审查总预算史上最混乱、删减最多、冻结最严格，这是史上未见。民进党甲调野的政党发声，希望爱展现理性，不过若要坚持，就要严格审查，避免逃脱。行政院讲，追加预算未增加债务，嘛呼吁两院应该爱有良性的互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3读通过军人待遇条例，讲要甲这志愿役加薪水3万块，不过却无甲列入去明年的国防预算，这是引发争议。国防部长郭立平就表示，目前行政甲立法是也无共识，希望透过适性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协商。台湾强化国防实力，明年国防预算有机会创历史新高。不过，立法院3读通过的军人待遇条例，明定志愿役本薪以外，佮加3万。总统令也公告，煞无列入去预算。对此，行政院提出释宪，但是正常有真侪招募官员用加薪水来甲人城。伫社群媒体宣传，陆军要求各级清查、修正佮补回，引发争议。行政跟立法部门的共识还没有形成嘛？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大家能够来进行一个协商？就是说，将来如果你是军职的部属，那你的薪水会比文职、警职的长官还要高。郭立平认为讲，行政甲立法无得到共识，但是在野无认同，批评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杜永泰带头违法，无依法行政。你没有权利去选择你爱不爱依法行政。所以你到底是有多傲慢，可以养出你今天这样子的总统跟这样子的院长？你齐头式的一加上去之后，对于国军的人力的配置跟领导统御会产生问题，好心反而做了坏事。因那美国在地协会 AIT 罕见公开 AIT 处长郭立坚甲郭立平的会面，两人有讲有笑探讨台湾甲美国伫无对称军事器件组动的合作。郭立平强调，甲 AIT 交流是台美军事交流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 ，AIT 也公布郭立坚甲国民党立委会面，看起来真严肃，两张相片气氛无同，引发关注。有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交流，使得 AIT 对于国民党的整体政策，以及呢国民党对美方的态度，不要再被误判，或者是美方有偏听的这个问题。也肯定在野党，就是承诺支持这个国防预算达到 GDP 3%的这个目标，也支持就是全社会韧性的这个建构。针对台湾的国防预算目标要达到占 GDP 3%，也要伫立法院后一个会期提出特别预算。学者观察，郭立坚分别甲郭立平、南委会面，感受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决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国民党拍算10月要改选主席，台中市长罗秀燕讲伊无要参选了后，立委罗志强今仔日就宣布要跳出来选，佮讲会支持罗秀燕出来选总统。因为罗秀燕本人是无做回应。我决定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国民党立委罗志强早起开记者会，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而且讲若当选主席，就会参选2028年总统的选举，会伫完成2026年县市长选举的任务了后，以党主席的身份定调罗秀燕参选总统，而且甲党主席的这个位置调全力的支持。2028国民党要赢，只有一个胜利方程式，那就是只可以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卢秀燕。我当选主席，将在2026年完成县市长选举的任务之后，在3个月内，我会以党主席的身份征召卢秀燕参选总统。罗志强嘛公布新主席的4大任务，包括守护民主、重新党来执政、在野合作、做伙对抗独裁等等。党内立委林派雄甲罗定伟等人嘛来现场甲收听。市长罗志强表态参选党主席，你怎么看？他呼吁党内团结，并说你是党内唯一太阳，你有看法吗？罗秀燕透早主持市政会议，听到相关的探问，伊是笑笑也无回应。现在党主席朱立伦是搁一届点名罗秀燕，希望伊会当搁考虑。我想卢市长众望所归，那每一位有意愿的同志都很优秀，那我也特别谢谢志强，也表达了他也希望卢市长多考虑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吧。国民党主席会伫10月份进行改选，目前已经表态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潜在参选人，除了罗志强以外，还佫有前立委郑丽文、孙文学校总校长张阿忠、中华前馆长杜碧元，甲中常委孙建平。记者综合报道。大罢免已经全部煞过，本地咧罢免南投立委马文君的公民团体，即摆是宣布因无要解散，因按算转型做一个公共事务协会，要来关心南投的大细项代志，尽一份力加做地方监督的力量。罢免选举结束，发起罢免南投立委马文君的公民团体奥巴马并无结束，嘛无解散。8日暗伫咧南投县玻璃店的据点继续开会，正式宣布因要延续这波公民力量，转型变作监督南投发展的公共事务协会。这大组、这团结的力量，咱要甲延续落。这是迄阵我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 Kate 的想法。协会表示，协会内的志工妈妈为少，拢正关心县内儿童权利、教育路权者的生活议题。因为协会第一件要关心的议题，就是玻璃店的水源头，设开起物掩埋场，恐惊会对水源造成污染的代志。埔里水资源的议题、埋场的议题，也是我们首要的目标。那我们可能会透过邀请讲座，讲者来进来埔里，就是办例行性的讲座，或者是延伸读书会的方式，然后大家来做交流。协会强调，未来因嘛针对南投县内公民议题，办理相关讲座、读册会，甚至伫选举要到的时阵，会要求候选人对重要政策表明态度甲想法，成为地方监督的力量。记者邢平琪南投报道。8月23日3公投，这投票率是无到3成，不过同意票却比这无同意票搁较侪，就反对核定的人士提案，甲这协会了放伫咧同意票上侪头3个县市，也就是金门、马祖甲苗栗。结果敢若短短4天，就有8000多人支持，即摆是已经正式成案。提议人强调，协会了要放伫咧倒位是法典设定上基本爱考虑的条件。认为这同意协3抢定棒的，应该嘛有法度接受协会了放伫咧引导，这对协定的推动是非常有利。即摆提案成立，则规定这金门、马祖、有苗栗，就要伫咧2个月来回应提案。再来看经济部的力量推动中心的前副执行长郑益林，伊涉嫌收乌生钱200万，替这业者甲台电施压，协助开力量公司。即摆检方是已经甲声押进见。穿朴色 polo 衫含底裤，伫法警的传领之下，对身份识行出来。伊是前经济部力量科技产业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郑益林，即马说讲入8案，封锁涉约谈。
嘛做伙互调查的，还有陈叶玲的爸母和台电的高层、政府总经理肖胜任、副总兼执行长的柯国良等等，拢总9个被告，5个证人。先后陈叶玲封城后，伊的爸母一人10万交保。大家好，我叫郑依玲。今天将跟大家分享有关台大经济系的一切。检方这摆调查的重点就伫经济部的力推中心，前副执行长陈叶玲。根据了解，调查局接到证据，讲伊伫任职的期间，疑似向台电施压关税亏电用量，帮助业者开热能公司收乌钱200万。检警伫25暗10分22路大动作来搜查。他年纪轻轻的，主要是有政务委员啊，无姓的政务员在后面罩着哈。所以我们希望减掉呢，就是除恶务尽。只要涉贪，只要涉及舞弊，不论蓝绿，不论是谁，都要严办。陈叶玲过去捌做行政院人员和检探办公室的主任，和民进党智库，接落来，佫转任经济部力推中心的副执行长，佫小连续出任台中宽海的董事，热电收电平台台积电的总经理，背景真高，引起关注。总统一再表达他的立场，任何涉入司法的案件，不分党派，也不问何人，只要有司法侦办的相关证据，他的立场都支持依法严惩，勿枉勿纵。经济部10日8案呼应的立场相同，表示讲对非法的事件绝对会追查到底，强烈制止。经济部这边表示讲尊重司法调查，若是有需要会配合侦办。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云林县麦寮乡的前乡长蔡中坤在职的时阵，甲这风电厂商共拍烂，摕到320万。检方即马依照贪污罪甲起诉，一审判5年6个月，褫夺公权4年。伊表示会阁提起上诉。2020年时阵，有力量厂商要伫咧云林县辖内设风机发电，迄当阵的麦寮乡长蔡长坤所利用乡长的职务，发文要求业者停工，并且用替乡民争取回馈金赔偿做理由，发动抗争，阻止工程，又搁甲业者勒索320万。那在施工的过程中，那以这个蔡长坤为首哈，那他就是去有一个借势阶段勒索财物哈，就是利用民众抗争，如果不从的话哈，会让工程延宕。一支风机是40万哈，所以主要应该是320万元的汇款这样。云林地方法院讲，迄当阵热电公司考虑风机工程若是停工1个月，会损失超过4300万，拜托云林县前议长沈东良出来协调。蔡长坤以乡长的职务勒索财物的犯行，确实无应该。严格伫侦查的时阵，承认犯行，并且纳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一审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判5年6个月，褫夺公权4年。被判处的是5年6月了哈。那最主要是因为它本身涉及的法条哈是10年以上的重罪。那承审的法官其实已经有考虑到蔡长坤他已经有真审自白，并缴出犯罪所得哈，那予以减刑这样。应当了。安那讲嘿？我拜托用的对，边讲来交到律师处理我多。听到一审判5年6个月，蔡长坤认为判相当。伊讲迄当阵是受人拜托才会安尼先处理，伫咧收到相关文件了，会交予律师上诉。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解决欠工的问题，卫福部打算未来要稳准公立托婴中心用这无相关背景嘛无证照的人员。不过，这个计划是引起家长团体的批评。卫福部表示，目前敢若是伫咧预告的阶段，会阁收集各界意见。爸母家囡仔送去托婴中心受到不当对待的新闻不时拢有。在今年2月，高雄传出2名托婴人员，甲3个月大的红婴仔强灌乳啉，佮甲伊扇喙皮。伫3月份，佮传出台中有托婴员刁工甲囡仔的脚扭掉咧，互伊直接倒向兄后哭，直接弄着涂骹。囡仔伫托婴中心敢有受到好好的对待，真侪爸母拢真关心。传出卫福部预告离校福利机构设置标准的草案，打算稳准公立托婴中心会当用无相关背景、无证照人员解决欠工的问题，这引起家长团体不满，大声批评。照顾年纪小的婴幼儿，托育安全特别不能够被妥协，让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进入照顾现场。小孩子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那他发烧、吐奶，甚至呼吸困难的时候，完全是仰赖第一线的托育人员。家长团体也做一份调查，显示有将近90%的民众也反对，因认为解决欠工问题应该是要提高薪水，降低流动率才对。真的提升到薪资，真的这个薪资才能够入托育人员的口袋，
如果是依目前的准公共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解决。留住人才的部分，我们现在所定出去的这个草案的条文，让大家有一些误解，以为我们其实是对于进来的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限制。我想造成大家误解，应该是我们文字上的处理没有处理好。从卫福部的立场，维护0到2岁的儿童在托婴中心的照顾品质，是我们放在第一位。对此，卫福部是回应目前草案搁伫议决阶段，因会收集各界意见，会参考民团的建议，来解决托育现场欠工的问题。因一定会把保护囡仔安全放伫第一。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食药署调查73间生菜业者，发现有4间无符合规定，其中这正有名合法行是以冷冻的方式来运送冷冻的商品，而且因的标示嘛有问题。卫生局计共罚38万。业者说明会时咧，嘛讲会加强内部的查核。天气真热，菜咸真适合开皮。不过最近食药署公布，针对73间菜咸的制作业者进行查核，计共4间无下规定，其中网络真情的合法行菜咸，黄客查发现真侪项违规，台南市卫生局给罚38万。本市一家泡菜业者查获冷冻产品以冷藏运送，以依食安法第8条处新台币24万元罚款。另外2款泡菜产品标示不符，另外1款则是标示字体小于0.2公分。3件共依食安法第22条及第28条处新台币14万元的罚款。特别重视一下细节，其实你能够重视细节的话呢，你这个食安很重视的话，你的产业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对此，业者也发出声明强调，所有商品拢以冷藏也是冷冻的方式再送，那部分小型的包装，因为无为通写，无达到法规要求的字迹大小，因会系列也强调所有产品拢已经通过食品检验，安全无问题。是我们的包材的商品资讯没有做及时的更新，然后部分的商品的标签的字迹啊，因为我们的标签我们的包装啦，它其实比较小的关系，所以在把所有全展开的产品资讯放上去的情况下，确实会比较不符合就是目前那个官方这边的规范部分，我们还是会做就是后续的调整。卫生局也呼吁相关的业者应该爱家己管理，加强内部稽查机制，也监督改善欠点，减少商品无符合卫生标准的情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暗伫咧新北山顶堡一间卖猪脚卤肉饭的店，有2个人客因为便所各有座位的问题超袂好势，所以甲店员起冲突。双方是起骹动手，要互相告对方伤害。即摆专案是已经上班。伫饭店馆甲卤肉汤淋起哩，旁观讲的卤肉饭就会当上桌。即间猪脚卤肉饭的老店，本来到食饭的时段，人就吵，想袂到所发生冲突。故意丢你吗？对啊，不然呢？我就只是跟他说厕所不在那边。店员因为轰破甲几分熟的饭菜，是去甲警察讲。来这食饭的2个人客，因为买唔到便所的所在，甲因说明了后，颠倒起配面，而且纠纷也唔难呢。跟他说6桌不开放，6桌是8到6个人，然后直接更用力走。因为便所的问题已经完一停啊，所以来安排座位又搁弯起来。人客是起一个甲饭菜泡对店员的分数去，了后双方怎起骹动手？应该是他坐大桌的啦，因为2个人我们会安排小桌的让他坐。有喝一点酒啊，因为有员工讲话的口气不是很好，还是怎样，都这样纠纷。冲突发生伫咧新北市山顶堡，25暗时6点外，3个人相拍了后拢受伤，其中一个40多岁人客有侧伤，27岁店员目睭边去刮到，双方互相告伤害以外，店员嘛提告妨害名誉。双方互提告诉，本分局依法受理，讯后依伤害等罪将知事3人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类似的冲突，顶日在新德市嘛发生，有一个查甫人去甲豆浆店借便所，因为去互拒绝，就动手耍断人店头的设备，搁甲员工扇喙皮。因来台北市有人起摩拜，就乌白讲车攻击过路人，还搁甲超商的玻璃门暂互破。在情绪失控的情形之下，做出这个无理性的行为，事后拢都要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拍算要伫咧芝加哥部署国民兵来打击犯罪。伊利诺州的州长就批评川普安尼实在是真独裁，伊根本就是想要趁机会来进行政治打压。
另外，已经部署伫咧花卉国民兵，为即礼拜开始，身躯顶拢会载武器巡逻。美国总统川普指示9月份部署几啊千个国民兵去芝加哥，加强打击犯罪甲非法的移民，引起伊利诺伊州州长强烈的反对，讲会采取法律的行动来阻挡部署，指控川普是想要用这个手段对民主党控制的城市政治打压。We have made no requests for federal intervention, none, and ask if they want their neighborhoods turned into a war zone by a wannabe dictator. I'm not a dictator. I'm a man with great common sense and I'm a smart person. 普利祖克认为讲，这完全是川普咧找理由，要甲军队部署去南州或者是内底的城市，来威胁伊的政治对手。普利祖克是民主党人，嘛是好野人，互看作是2028年竞选总统可能的人选。顶个月初就已经部署国民兵的华府，伫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顶礼拜批准会当炸清了后，即马伫咧街仔路，拢会当看到国民兵炸武器伫咧路边巡逻。It's a unique sight indeed to see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Guard wearing fatigues and carrying weapons and walking around the nation's capital. It'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National Guard members have been seen cleaning areas and carrying garbage bags in what they are saying is part of a broader beautification effort to improve neighborhoods. 川普迄一日还佫下令国防部，确保每一个州拢爱部署国民兵，会当快速动员，协助平息动乱。还佫应该爱成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会当伫咧全国部署。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中国为着要满足能源的需求，按算要伫咧西藏起水坝有价10年的完工，还伫咧水尾的印度，就惊这水源会去互中国控制，所以拼紧要推动起水坝计划来确保水源。不过，这个计划却也引起当地原住民的抗议。石头顶面红色的字写“无爱水坝，无爱砍渣”。印度阿洛垃圾帮的佩永村居民烦恼，印度水坝计划会甲肥的产地抢走，影响因做事甲讨碳。Dan bidartai, ऐसे कोतल गैस का ये भी पारताई, नाशपाती भी करताई, सब चीज करताई। उसी से हम लोग उसी का गैस का निकालने वाला का सामान से हम लोग बिक्री करके बस्ता उस्ता को पड़ताई, हम लोग उसी से काताई। इसलिए डैम बनने नहीं देगा। 真侪落巴族人强调，小安河毋但是水源，也是因文化甲文明的汇落。水坝若起好，会毁掉代代相传的地地。सिर्फ हमारा कल्चर से नहीं, हमारे संस्कृति से नहीं, हमारे सभ्यता से भी वो जुड़ा हुआ है सिविलाइजेशन से, क्योंकि हमारा पुरको ये सियांग नदी के किनारे ये खेती करके वो बना के दिया है। 因为中国伫西藏启动超级水坝的工程，印度烦恼水尾可换水利用可能会大减少到85%，所以赶紧推动起上石安水坝，会当欠水来应付可换，也会当防止熊熊做大水。新德里当局烦恼讲，这个举动会互讲家己有部分印度阿洛垃圾帮主权的中国，把水的控制权加做武器。专家分析，中国推动超级水坝，毋但是为着传统的发电，也是为着满足人工智慧甲数据中心真大的能源需求。 China needs huger and huger amounts of energy. To take one issue that's been hugely in the news recently, but people don't always associate with water,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t to make AI work, you need massive data farms, which need massive amounts of electricity to go into them. 专家指出，中国甲印度无水资源共享的协议，若无跨境的合作，双方可还时烧钱起水坝的情形会加重区域的紧张，南亚可能会面对新型的水战风险。公司新闻第一任编译。 在地上大条来看，这南投的草屯有一间工厂透早导火，造成一个人死亡。也若伫咧台中的台艺，昨半暝嘛发生火烧厝的意外。加在这厝主3个人是拢总有救出来，毋过有小可遭着伤。 消防人员喷水拍火，南投草屯的玉屏路一间五金加工厂，26早起6点半导火，因为厂房内面拢是机器工具等高度的设备，现场火炭正紧。现场的资源阁无够，所以消防队是由附近水鸟潭的水来拍火，火伫半点钟内控制。现场发现一具烧甲乌草搭，唔知影身份的尸体。公所讲，可能是线路伤久才会导火，会协助慰问罹难者的家属。 现场这边也没有消防车，因为道路很狭小，所以我们是采取旁边鸟嘴潭的天然水源做我们的救灾水源使用。那之后我们最后是到最角落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位罹难者。先会发放1万块的慰问金再来我们再向县府再来争取20万的那个丧葬补助会给他们。
台中电气区电气路巷仔一栋3层楼套间厝，25暗时11点多也导火。厝主是做门窗的，伫1楼有蹲真侪熬毒的门房建材，所以火炭真紧。附近的客家赶紧来刹车，相对来了，甲厝内3人救出，即拿小可砸掉。厝主讲有听到爆炸的声音。火足大啊！咧玻璃镜就变破啊，直直变啊！我听到我先听到吼，嘣两三下，嘣足大声，嘣三下，没什么关系。找到他们的时候是在2楼的后方，那也从那个1楼把他们救出来，这样。来，旁边跟上去。3层楼拢导火，消防员赶紧救水线拍火。另外，云林启东满园村2楼透早1点多要明体导火。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接触到屋主，他表示他出警会有失败，可是他过去有稍微杀到他。消防局讲，3楼厝顶是违建的铁皮厝，火伫1点钟久了拍花。4月厝主一开始家己拍火时阵小可烧烫伤，已经送病治疗。这3件火警导火原因，即马还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火车头前站的地下道，2台电梯拢因为大雨引歹去，即阵是暂时无法度使用。机关就要求市府应该要先规划过路线，或者行动无方便的人甲时代会当安全过车路。台南火车站出站口，逐天拢有侪民众咧来来去去。不过即阵若要过另外一边向，敢若有一部就是行这过路人的地下道，有时段骹路歹行甲心惊惊，哪行哪滑腿，嘛有旅客赶行李真无奈，甚至有人规去违规对顶面的车路甲行过去。这主要因为趁另外一边的电梯，因为日前的大雨甲电梯的控制箱一歹去。那没办法走，我们要绕非常远。那对于就是年纪较长的人，还有行动不便的人，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的。这段时间，民众的通行造成很大的问题哦，也要求相关单位一定要尽速的划设这个行人穿越线，让我们的长辈还有行动不便的朋友们在穿越马路能够更加的安全。火车站头前的2台电梯歹一个月尾，即马增加行动不方便的参时代过车路的困难，干务局回应，各种的电梯已经发包有请厂商赶紧修理，相关单位嘛已经校正会勘啊。有民代要求交通局通爱伫火车站画过路线，提供安全的过路动线，嘛建议当派义工协助交通维护，将一并优化圆环整体行人动线及提升交通安全。预计最快年底可进场动工。因应南侧的地下道电梯故障影响无障碍通行部分，交通局将先行设置行穿线及行人专用号志，供用路人通行及辨识。目前公务局已积极赶办修复，期待早日恢复使用。台南市无众业协会嘛反映，伫火车站附近有一间有离远头前的人行道，这甲上过行对行动无方便的来讲无介优先，因希望买当做伙改善。市府表示讲会个研议解决的方式。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宜兰三星乡的安龙溪有国内头一座国际级的轻艇人工赛道，县府即马是免费开放予各界来申请甲使用。着民代呼吁讲，这应该是爱收钱，才有法度把这维护甲管理的工作做好势。县府表示，因能够研究收费的办法，按说明年就会实施。专注伫安龙溪的轻艇乡路赛道咧做训练，希望伫国际赛场争取好成绩。这座赛道是咱国第一座国际级人工乡路赛道，开放予各界申请使用。不过赛道的使用，县政府有定规范，但是并无收钱。有民代认为应该收钱。我在这里建议咱县政府一定要有一个着收清洁费。民代嘛建议轻艇乡路赛道比赛时阵，至少是需要10个救生员，但即马要找救生人才是真无简单，会互各机关团体真歹来使用赛道办比赛和训练。县政府应该培训救生人才，替赛道来配备。我们场地优先，一定要优先给在地的选手。而且是要免费啦。轻艇协会认为讲，为了培育更较侪在地轻艇的人才，针对在地的选手使用赛道的时阵，应该卖收费，而且会当优先使用。另外，收费的办法，因为赛道的维护是包括机电和高费用袂少，协会支持收费才较好来维护。对，这个场地是倾向使用者付费，那也希望未来来一起来维护我们这个场地。那希望在我们年底前能够去做一个评估研议以后，那在明年1月1号能够做实施。
目前县政府针对赛道的使用是有定相关规范，机关团体使用时阵若是违反规范，会先甲坑道，若是扣坑了，阁无爱听到袂阁互伊照啊。县政府讲，赛道使用的相关收费，年底进前会建议出办法，按算伫明年的1月7日上路。救生人才的部分会建立人才库，每合有需求的团体个人含救生协会联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过来看这中华田中的古山寺是日本时代留落来的新社，内底有一间库房是咧藏祭典的器具。风声讲，即摆庙方是拍算要甲拆掉。不过文化局这边是表示，地主只是咧做水土保持的工程，目前也已经先交列作鉴定古迹，避免施工的时阵去受到迫害。这个所在是过去日本时代田中新社藏祭典相关器具的库房，已经有86年的历史。即阵说风声讲地主按算要拆掉，伫网络引起不少讨论，在地民众嘛真关心。1939年咧起的这田中新社，对田中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的建筑，嘛是日本时代伫田中留落来上大规模的信用设施。其中除了这个汽机社之外，还有石灯笼，而这个昭和14年有这个碑，等于讲这3个日本时代所留落来这文物吼，田中吼最重要的这个文化资产。文书工作者表示，1939年起造的田中新社是日本时代原林军的第2座新社。1957年改建成做古山寺，即阵干那剩坑拜拜发起的库房、石灯、石碑等等。面对网络风声讲要拆库房，地主真无奈，表示因只是咧做公用设施的相关工程。文化局目前已经先甲库房列做鉴定古迹。田中蛇社遗迹所有权人为古山市。25号中午，文化局接获民众通报，立即派员并与文资委员一起到现场查看。现场的确有看到一些公事在附近进行所以马上依照文化资产法第20条规定，先暂停古迹文化局表示，随后会依照文资法进行相关的审议，希望大家做伙来守护重要的文化资产。文书工作者也认为，县府应该透过这个机会，甲地方、土地所有权人好好讨论沟通，互有文化价值的位置会当保存落来，嘛袂互所有权人感觉权利有损失。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新竹进前通过全国头一个垃圾水排放管理自治条例，为着让学生会当更较了解这当地水源甲生态，学校就专工安排这实际检测的活动，带学生去认捌水质，来强化因保护在地生态意识。桶子要洗3次，瓶子也要洗3次，最后才装这个水。底好河川内底的水，用桶仔慢慢救起来，准备透过检测来了解目前水质状况。大家搁穿护鞋行到水准，透过老师的解说，实际去学习安怎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平常在用的这些就是清洁用品里面可能会排放家庭废水，那这些家庭废水自然而然就会排放到这个河川或甚至到海洋里面，也让我更了解说，未来我们能够身为学生，我们都能够做更多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去帮助这个河川变得更好。例如说，我家是喝头前溪的水，所以水质当然重要，因为如果水质不好，那等于是我喝进肚子里的水都不好。长期关心新竹水源生态环保团体指出，活动目的希望大家爱同齐保护水质，也希望更较侪少年人会当来参与保护行动。特别挑选了离他们家园不会很远的，看起来像臭水沟的地方，进到这个水圳里面去认识它。好，那这个水圳呢，其实平常一般的人经过会以为是臭水沟，因为它可能会汇入家庭来的污水，或者是餐厅的油污废水。那他们以前是从河岸上面去看底部，但今天真正穿着雨鞋走进去的时候，就会理解，灌溉水其实它目前遭遇的困境是什么。学生甲养回来水经过检测，为了了解目前水质状况，也对过程中去认识家己家乡的水源，甲保护环境的重要。透过活动，嘛，互这少年家更加重视台湾河川的环保议题。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风台过了，菜价长贵。家己太保就有一个种葱仔的青年农民，伊为着要感谢朴主持文化里的里长较早对伊的支持，所以就捐出300多斤的葱仔，希望会当减轻在地里面的一寡负担。农民无因甲收成起来葱仔做整理，准备要交予果菜市场。这位伫中南部种葱仔的太保青农，
家己嘛因为顶个月风太大水，互田仔的收成剩无一半，伊阁无少成本，关乎家己管破做文化里的里面。之前里长有帮忙，在滞销的时候有帮忙，帮忙倒销这些货，啊，你即马就是既然你有来咧咱斗相共，就规矩，即批我就无算成本啊，就规个互你分的里面，算互你食无钱安尼。青龙讲，即届风太大水，互因田仔损失超过8成，即马遮潭口的田仔拢是无互风太大水引起的，所以田仔即阵仔的价钱唔那悬，而且量嘛无济。就因这田仔对远底起来时阵有无？就是拢安尼土个爱整理好清气安尼，整理好清气有无？再个放过冬了有无？再个过细安尼。一斤草伫150块遐，伊一捆5斤的草为网友去买700-5的，所以上320斤草伫7至8万。青龙表示，风台了后要甲田仔搁种倒来，为买材啊开始，上起码搁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即马田仔虽然正做菜金，但是会当伫这个时阵用田仔来感谢当初捌支持过家己的人，也是感觉真欢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即摆的厝价是愈来愈贵，对大多数的少年人来讲，要买厝就爱真拼。即阵就民团建议政府会当参考外国的政策，用限制买厝的方式来避免厝价互人差伤悬。高雄这几年因为科技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甲真紧，厝价含厝税嘛对得起。根据民间房产巨联定中心的统计，这5年来高雄青年买第一间厝的计数对815万起到1109万，起伏是36%。有伫咧高雄读册的少年家表示，若是以薪水3-4万来讲，加上通货膨胀，逐项起要买厝是真吃力，嘛希望政府提供计数合理的社会主体。我们可能要自己自备这个头期款，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从我们租补助减少可能4-5千块的平常的这个小的可能要缴给房东的这个费用。当然也会希望说，我们的政府可以有更多元的一些居住的一些方案，例如说我们的社会住宅，就是是不是可以有更就是合理的价格，然后还有更多的一些申请的资格。长期关心居住清气的民间团体表示，经济发展带动厝价起悬是国际拢有的问题。少年家嘛是这房产市场内底的脆弱族群。民团认为，全国除了社会主体的量不够，价格才通细6年。连我亲像合宜主体，伊嘛建议政府会当参考国外政策，限制买厝来查关价。你这20年来不是讲你这厝袂当卖，可是你这厝卖你只能卖给下一个首购族，你袂上下人拢卖。第二，你卖价销甲市场无关系，你要用政府的公式去卖，就不管你外口的房价已经涨多高。为着要让少年家会当安居乐业，9月有民间团体和立委要招专家学者，也更有少年家做伙来伫咧高雄共同举办青年安居论坛，希望了解少年世代的需求甲困境，通成做未来主体政策的参考。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2年一届亚洲动物大会头一届伫台湾举办，这届有30国来参加。动保团体指出，虽然台湾有动保法，不过也是有真侪动物拢会受到虐待。农业部就表示，除了依法甲处罚，嘛加强训练业者，希望会当改善这款情形。太阳伞到伫鱼的喙齿，割出来，甲另外一头绑伫鱼尾。动保团体批评这种绑活的鱼的方式真残忍，因那猪仔3-9百片市场拍卖，动保团体也翕到猪仔红暴力对待，甚至直接甲因的喙咬咧，就拖咧行。动保团体指出，虽然台湾有动保法，但是伫业界依然有真侪经济动物受到虐待。从畜牧师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还是现行的这个生产系统。可是我们现在有动保司啦。那就不能用本位主义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所谓的虐待的定义是，你不应该造成动物不必要的痛苦。2年一届亚洲动物保护大会头一届来台湾举办，有30个，计共600多人参与。主办的动物社会研究会当年投入动保的工课，指出台湾伫预防虐待动物的管理爱搁加油。农业部是表示，最近几年以来继续加强产业人员的训练，不过也知影改变结果袂当干那靠法律。社会没有共识下，直接用法律去做一些处理的话，反而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期待的是在生产者本身的意识的提升跟改变。总统赖清德也出席致辞，强调伟大的国家必须要尊重所有的生命。因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不仅仅要保护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更要展现对所有生命的关怀与尊重。这届大会主题是动保的反省，各有看各会使加做啥。罗总统是表示，做台南市长的期间，大力推动较卖安乐死，展现对生命的尊重。不过，安乐死对国内收容的政策挑战也渐渐出现。这届大会也有相关的讨论。国际新闻采访报道。甲食薰的人比起来，在身躯边吸到二手薰的人对身体是愈害的。唔但损害气管，嘛会增加着感的风险，甚至是连在厝内狗仔甲猫仔健康嘛拢去受到影响。食薰会影响健康，就算囡仔、少年家无食薰，但厝内若有人食薰，这个囡仔健康嘛会受到威胁。根据国健署民国112年的食薰行为调查，国中生和高中生受到家庭中二手薰影响的比例是26%左右，等于有我3成的少年家生活在二手薰的环境当中。不是只有成人哈，一般人会受到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连我们家里的毛小孩也有将近1/3以上哈，他们也在这种空污啊，就是家庭空污的这个危害中哈。二手烟它是影响到全身体，那我们当然一般的话，常常会注意到就是心血管疾病，还有就是那个肺部的疾病。医生指出，二手薰会影响气管，嘛会增加得到肺炎的风险，甚至三手薰嘛会影响健康，连厝内的狗仔、甲猫仔嘛拢会受害。你还要小心三手烟。三手烟就是你烟熄掉之后呢，你的毛发、你的衣服，你跑回来抱小孩，小孩闻还是觉得这个臭臭的。像猫喜欢舔它的毛发，所以它其实就无形中会把这些尼古丁啊、这些烟油啊，其实都全部都吃进去了。所以对猫儿来讲的话，其实猫比较会常见到是口腔的癌症，所以。那对狗而言的话，我们就会比较常看到它是一些肺部的刺激，或是肺部的肿瘤，或是呼吸道鼻腔的一些肿瘤的问题。国健署为着鼓励民众解薰，有提供真侪免费的解薰服务，呼吁民众为着厝内人和动物伴的健康，爱赶紧解薰。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拜五就是旧历7月初7亲娘妈生，嘛是传说当中旧娘甲吉利一年相会一摆日子。廖庆基歌戏基金会就特别推出歌戏，找台湾无共的剧团来演，要为金童用你的第1世搬到第7世。台顶播演的是旧娘和吉利的故事。当年的旧历7月初7就是亲娘妈生，嘛是旧娘和吉利见面的日子，也是华人的情人节。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也特别推出来7世夫妻的戏出。为开始金童玉女开始拍落凡间开始做嘛，所以一世做到上尾的时阵，就把甲迄个亲娘妈生甲合作会，要讲的代志其实是要去争取自由恋爱这件代志。这是廖庆基歌戏基金会专门为7世安排的歌戏表演，对第1世搬到第7世，演出上尾1世旧娘吉利，因为叫剧方大地铁线，一年才会当见一解面，见袂到囡仔的吉利和伊6位姐姐，就伫天庭暗中保护囡仔，所以民间信仰才会讲七娘妈是囡仔的守护神。你是上我的礼物，放互姑娘，这是这个娘娘。这一年来，为母能保爷，甲两位孩儿所做的衫套。这届演吉利的地温如分享演出的感想，讲甲目屎直直流。伊讲，因为吉利的故事，互伊开始谅解定瓜有家庭，无法度陪伴因3姊妹大汉的老母。妈妈伫摆伫另外一个家庭的时阵，照顾伊的其他的囡仔，有可能嘛会受到本。慢慢啊，我就会感觉。我的心结就会开。廖庆基文教基金会表示，这届结合台湾无同的剧团，要对这个拜告演到礼拜，连续要搬3天。演员对5年级到9年级拢有，希望互中生代和新生代演员互相交流，也替歌戏拼传承。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30度到36度，中部地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
29度到36度。东部地区29度到33度，外岛地区28度到33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会。